古人云：神不安则夜难寐。当心间气血亏虚，心神便易躁动难安。白子养心汤源自明代铁人汇编，是一味养心安神的经典方。那今天呢，就给大伙讲讲它明代出版的药材搭配，制成汤剂药效会更直接、更迅速。首先是白子仁12克，它是侧柏树的种子，要选黄棕色带黑色尖头且油气充足的，像那些有陈腐、有哈喇味的可不能要。《神农本草经》里说它开心孔、通九窍、不忘迷惑。石菖蒲3克，选直径不超过1厘米、质地偏硬的石菖蒲，别和粉性重的水菖蒲弄混了。茯神5克，是茯苓靠近松部的部分，中间有木心。正品的木心质地紧实，等条件明显的菌丝，要是木心颜色深，一抠就掉木屑，那十有八九是劣质的。枸杞9克，道地产区在宁夏中宁，挑选时只要无异味、够干燥就行，不用非得追求个头大，像50克有230粒左右的规格就很不错。当归3克，甘肃米线产，要选个大、肉厚、颜色黄白、气味清香且柔韧性好的新鲜当归。麦冬3克，用川麦冬就可以，选肉质饱满、带有黄色木心的。熟地6克，河南焦作是它的道地产区，以质地柔软、滋润、乌黑发亮且断面乌黑有粘性的为佳。玄参6克，浙江庞安产的，选表皮灰褐色、切面乌黑色且质地坚实的。甘草3克，选内蒙的红皮甘草，挑1.4左右的大片。那这道白子养心汤总花费8块7，能助力大家养心安神，改善睡眠状况。